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5月15，诗篇119篇133到134节安尼讲：求你用你的话，互我的脚步稳当，无用阮什么罪恶管辖我。求你救赎我，脱离人的压制，我就要守你的家事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的脚稳当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伫你所赏赐美好一天的开始，我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，因为伫你无穷尽的疼痛甲恩典中，阮通领受你创造的奇妙甲伟大，也伫你全能圣手的保护下，得到保护，通坚固徛在。主啊，因为安尼，我要伫日梦中感谢你，唱歌学了你的名。主啊，世间人想要靠家己来行伫边塔的路，总是主啊，求你用你的话，互阮的脚步稳当，无用阮什么罪恶管辖阮。求你救赎阮，脱离人的压制，阮就要守你的家事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